受到这件化影响，全台湾的病院小儿科的医师是拢真欠。卫生福利部今年核定小儿科的住院医师有130个缺，也毋过到达阁招无100个。卫生福利部嘛宣布讲，要补助20亿来推动儿童同情的人才培训计划。另外，为着避免开案阁再发生，幼儿专职医师的个案管理费买来提悬补助。台湾生育率因讲是全球上尾，少子化问题也互地区医师欠人，尤其疫情过后，各大病院招地区医师拢拄着困难。卫福部今年核定130个儿科住院医师的原额，不过即马连100人拢招未满，创历史新低。伊个烦恼囡仔后摆若是无地区医师通看病，恐惊造成个案危机。以前都是满招的130，那之前更多。那在疫情大概100几，这是首次掉低于100人。为优化儿童医疗照护，卫福部伫儿童节进前宣布要推动儿童重难罕见人才培训计划，比如儿科住院医师每人每个月提供1万块津贴，培训病院每间上悬应补助1200万，同时加强周产期甲儿童紧急医疗照护。另外，幼儿专职医师的个案管理费也会4月1日开始提悬到每一个幼儿每年2000块。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有儿虐的可能性的话，或者是说发展有迟缓的话，那马上就可以转介到这一个社会安全网。卫福部强调，目前儿童重难罕见照护将补助8间核心病院。幼儿专职医师制度第22县市实施，已经有1800多位幼儿专职医师参加计划，未满3岁幼儿就按总共19.5万人，希望无落接任何囡仔，也避免开互人虐待事件搁一摆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